網購呢樣嘢根本就係一個無底深潭，特別係凌晨1、2點嗰陣，腦入面嗰條理智線好似斷咗咁。明明只係想睇下有冇折，點知一瞓醒 inbox 已經彈出嚟一句 Your order has been shipped。我成日都係㗎，朝早開 email 嗰刻，心入面會彈一句：我尋晚做咗啲乜啊？我最經典嗰次係買咗成套超可愛粉紅色廚房用具，細煲細鏟，全部迷你 size， 好似 Barbie 煮飯咁。等我估下，實物細到用唔到係咪？你中晒！收貨嗰刻開心到自拍信俾朋友，落到廚房實戰先發現，個煲細到連煮包即食麵都唔夠位，最後淪為影相道具。即係由生活升級變成純打卡品啦。我發現網購失手通常有3個共通點：第一係深夜買，第二限時優惠或者免運費，第三心情唔好或者太好，要買啲嘢開心下。哇，第3點真係重中之重啊！我本身就係產品白老鼠，見到新嘢就想試。以前係話知啱唔啱用，最緊要靚同型。即係買嘅唔係產品，係對未來嘅 FF 啦。係啊，但人大咗，收入又唔穩定，開始覺得屋企細，又塞滿雜物，好唔舒服。於是決定斷捨離，連啲以為冇用嘅嘢都重新諗下，可唔可以再利用？點知真係救得返唔少，間屋整齊咗，又少咗買嘅衝動。哇！你呢招完全係以毒攻毒啊！想買嘢就去 Windows Shopping 解癮，仲唔使錢，你根本係理財界嘅高手。有時想買正發作，我就只係 online 或實體行下街，望完就刪埋個網頁，個心已經爽晒。我就屬於先斷後買派，會好有儀式感撳啲雜物，跟住望住嗰個空位同自己講：呢度可以擺新嘢啦。其實就係幫自己揾藉口。你呢啲係有計劃地破財。但講真，當屋企開始俾啲真係啱你心又有用嘅嘢圍繞住，嗰種舒服感係會上癮㗎。同意啊！而且 Windows Shopping 仲有一個隱藏 bonus， 你可以完全唔理 budget 去幻想，揀個幾千蚊嘅手袋加入購物車，然後刪咗個網頁，好似同自己拍咗場豪華戀愛，但唔使結婚，正啊！